原来就住在那个酒店里面，他暗示我了，是我没有反应。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男人呢？因为我就跟他聊天，我就对他很认真了。我一开始加了他微信之后，我就跟他很认真的，只是我不懂得怎么去表白。他的微信里面说要我过去照顾他，我说我是真心想照顾他，他老是躲着我。昨天见的面，他也可能是要从那个广东东站那个 B 出口出去，我把他叫从那个高出口出去了，可能在那里他生气了，我后来才察觉到，后来我发现他的拖鞋就是那个什么酒店的那个什么酒店，那个酒店那里那个1、2出口那个酒店，那个叫什么酒店？他原来就住在那个酒店里面，他暗示我了，是我没有反应。我就昨天晚上他找了之后我才知道。所以你很向往，就是跟他一起到美國生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也願意真心地去陪伴他。好多網友評論話咧，大姐同70幾歲美籍華人阿伯見面之後咧，見光死，阿伯走佬，其實完全唔係咁回事。阿伯當時咧係着住拖鞋，酒店嘅拖鞋，聽清楚，約大姐去酒店樓下嘅地鐵站見面，即係嗌阿大姐坐地鐵咁啦。喂，咩意思啊？順便上埋去啊？你美國佬咁開放咩？我哋唔係嘅喎，更何況相睇，你着住拖鞋約人，唔尊重人哋都唔尊重你自己啦。咁啊，大姐最後咧就冇去到嘅，咁你即係扮嬲咁啦，唔覆信息玩消失，咁算點啫 ？PUA 大姐，搞到佢而家咧就好自責，好似自己做錯咁，即係好後悔冇上到去咁。睇到譚記咧真係好肉緊，咁啊評論區咧仲有人話大姐咧係戀愛腦，50歲人啦，咁啊話抵死咁之類啦。乜愛上人哋有錯嘅咩？想揾個依靠又有錯嘅咩？咁啊唔知譚記有冇猜測錯誤啦？咁阿伯咧着住拖鞋約阿大姐酒店樓下相睇，可能咧就冇其他意思。有冇網友知道啊？如果係，可唔可以喺阿譚記嘅評論區講兩句啊？因為大姐都有關注我嘅抖音嘅，大家提醒下佢好嘛？就係咁多。